大家好，歡迎收睇《港九往事》。今日同大家講嘅呢個故事，主角係一個身家94億美金嘅香港富豪呂耀東。講起呢個名，可能好多人都唔係好熟，但講起佢老豆呂志和，喺香港商界真係無人不知。2024年11月7號深夜，95歲嘅呂志和喺屋企安詳走咗。1個月後，佢個大仔呂耀東正式接手銀河娛樂，一躍成為福布斯2025年香港第9大富豪。呢個數字有幾勁？何鴻燊個女何超瓊身家39億美金，呂耀東係佢嘅2倍有多。不過今日我哋唔係嚟歌頌呢個家族有幾成功，而係嚟扒一扒呢個表面和諧，實際上波濤暗湧嘅豪門背後嘅狗血故事。講到底，有錢人嘅世界從來都唔簡單。睇落去光鮮亮麗嘅模範家族，入面嘅嘢可能仲要狗血過 TVB 劇集。呢個故事要從160幾年前講起。呂耀東嘅曾曾祖父呂德盈15歲嗰陣就孤身一人由廣東新會坐船去咗美國加州，喺嗰度做農場工人。呢個少年真係有料到，唔使幾年功夫就由打工仔變成老闆，最後仲做到全美國最大嘅華裔蔬菜供應商。咁犀利嘅生意喺嗰個年代嘅美國真係難得。不過發咗達之後，佢個仔呂永康娶完老婆就返咗美國，留低老婆喺江門，生咗個仔叫呂金全。你估呢啲富人會唔會同普通人一樣過日子？當然唔會啦。呂金全喺江門娶咗老婆，1929年生咗個仔就係呂志和，之後仲生埋5個女，3代單傳嘅獨子。喺嗰個年代，即係話呢個家族全部嘅希望都壓晒喺佢度。喺江門東海里第8巷，呂家已經係有頭有面嘅富戶，有大屋住，生活無憂。但係天有不測之風雲，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本仔打到嚟，當時12歲嘅呂志和啱啱讀緊初1上學期，學校冇咗，呢個少年從此就冇再返過學堂。好多人都話佢係白手興家，其實唔係，佢屋企本身就有錢，只不過係喺戰亂之中要重新開始。13歲嘅呂志和喺祖母幫手之下開始做小生意，喺街邊擺檔賣花生糖、鬆糕呢啲嘢食。佢仲好有創意，用沙河粉代替薩琪瑪嘅材料，整出沙河粉馬仔。呢個小發明喺嗰個物資缺乏嘅年代，竟然好受歡迎。到16歲，呢個少年已經賺到200萬日本軍票。按當時匯率足夠買起成條街嘅鋪頭，你諗下，16歲有呢個身家幾威水啊！不過命運就係鍾意同人開玩笑。1945年日本仔投降，軍票一文不值，呂志和辛辛苦苦賺返嚟嘅財富喺一夜之間變咗廢紙。呢個就係佢人生第一次歸零。不過佢冇因為呢啲嘢而放棄，反而越挫越勇。戰後佢跟住姨丈學汽車零件生意，邊做邊學。喺50年代初，佢由朋友嗰度聽講美軍喺沖繩島留低好多剩餘物資。呢個20幾歲嘅後生仔膽粗粗隻身去到沖繩，幾經辛苦游說美國軍部同領事館，最後成功將成船重型機械運返香港。呢個就係佢人生嘅第一桶金。講到呢度，就要講呂志和喺商場上面最血腥嘅一場戰爭——石礦大戰。1955年，呂志和成立嘉華集團，正式進軍石礦業。嗰陣時，香港百廢待興，到處起樓，石礦沙石需求大到不得了。但係呢個行業競爭激烈到難以想象，有成70幾間大大小小嘅中外石礦場，個個都想爭呢塊餅。呂志和點做？佢用咗一招好狠嘅策略，價格戰打到你死我活。佢自己後來同人哋講過，對方若蝕3蚊，我就做到只蝕1蚊。我用小出血將佢打成大出血，賠佢蝕，賠到佢蝕唔起。呢招有幾狠？喺嗰個年代，
好多石礦場都係人手開採，成本高，利潤薄。呂志和一開始就引入重型機械，成本低，效率高，佢可以蝕住賣，但係對手蝕唔起。一場價格戰打落嚟，70幾間石礦場一間一間收檔，最後得返呂志和嘅嘉華仲企喺度。到1960年，佢用1億6千萬港紙投得安達臣大亞石礦場，成為全香港第一間攞到採礦牌照嘅公司。喺最高峰嗰陣，香港每4棟樓就有1棟用緊嘉華嘅石材，石礦大王呢個稱號就係咁嚟㗎。呢場商戰打到幾慘烈，有競爭對手事後講過，同呂志和打價格戰係自殺式競爭。你以為佢會先死，點知佢竟然可以撐到你死先。不過做生意從來都唔會一帆風順。1967年香港暴動，建築工地停晒工，佢嘅石礦一粒都賣唔出，向太平洋行訂購嘅新機械冇錢俾，差啲破產收檔。好彩太平洋行唔逼佢即刻還錢，俾佢捱過呢個難關。呢件事之後，呂志和就明白一個道理：喺商場上面，你死我活唔係最好嘅做法，留返條生路俾人先至係長久之計。佢成日同人講，商場上要求共存，唔好夾硬搶人哋嘅嘢。但係當年打價格戰打得咁狼，呢啲說話聽落去就有啲諷刺啦。講到1977年，就要講呂志和人生另一個重大挫折——安達臣大亞石礦場事件。嗰年佢將安達臣大亞石礦場安排上市，點知有個董事見市場價位高，就將手上面嘅股份拋晒出去。呂志和好失望，傷心之餘，將部分股權轉售俾和記洋行。點知和記喺成為大股東之後，竟然想吞併成間公司，喺市場上大肆收購合併。呂志和事後同人講，嗰段時間佢同老婆趙錦平喺太平山頂徘徊咗3日3夜，唔知今後應該點做。你諗下，一個喺商場上面縱橫幾十年嘅人，竟然會俾呢件事搞到喺山頂行3日，可見打擊有幾大。最後佢決定放手，將注意力轉去地產業同酒店業。呢個決定改變咗呂家嘅命運，但係安達臣事件喺佢心入面留低嘅傷痕，可能一世都未愈合。去到70年代尾，50歲嘅呂志和又整咗個大茶飯。1979年，佢用6800萬港紙投得尖沙咀東部一塊海景地，再抌3億落去起海景假日酒店。當時尖東仲係荒蕪一片，得幾座舊工廠同埋填海地，好多人都覺得佢黐咗線。喺嗰個年代，尖東同尖沙咀中心有成個世界咁遠，邊個會去嗰度住酒店？但係呂志和有佢自己嘅盤算，佢早就睇準港府會喺尖東發展，地鐵會延伸過去，呢塊地將來一定升值。更加重要嘅係，佢引入咗一個喺香港好新嘅概念——特許經營管理制度，將管理權交俾外國管理公司介入酒店。喺嗰個年代，香港大部分酒店都係自己管理，佢呢招等於係引入咗國際標準。1981年酒店開業之後，真係一炮而紅。呂志和對酒店嘅要求近乎苛刻，餐廳每一道菜佢都要親自試食，唔啱心水就要改。有員工爆料話，有一次佢去餐廳食飯，覺得個湯唔夠味，當場叫埋總廚嚟喺佢面前重新煮過，調到佢滿意為止。海景假日酒店成功之後，呂志和喺酒店業嘅野心開始膨脹。佢喺美國舊金山、鳳凰城大舉收購酒店，喺新加坡、馬來西亞都有佈局。去到1998年，嘉華被權威酒店雜誌評為全美12大酒店業主之一，喺全美擁有超過1萬間房，酒店大亨呢個稱號就係咁嚟㗎喇。但係喺呢個時候，呂志和同趙錦平嘅婚姻關係已經開始出現裂痕。有熟悉呂家嘅人士透露，踏入90年代，呂志和喺屋企出現嘅時間越嚟越少，大部分時間都係住喺自己旗下嘅酒店。趙錦平雖然貴為闊太，但喺大宅入面經常係一個人。
佢唯一嘅寄託就係5個仔女。不過呢啲嘢當時未爆出嚟，外界仲以為佢哋係模範夫妻。真正令呂志和登上神台，成為亞洲首富嘅，係佢73歲嗰年做嘅一次豪賭，競投澳門賭牌。呢場商戰嘅精彩程度真係可以拍成電影㗎。2002年，澳門開放賭權，打破咗何鴻燊壟斷40年嘅局面。嗰陣有20間公司爭3張賭牌，個個都係喺商界有頭有面嘅人物。龔如心同劉鑾雄聯手嘅超級聯盟，馬來西亞賭王林梧桐、美國金沙賭王謝爾頓安德森、永利賭王史提芬永利、呂志和聯手美資威尼斯人集團組建銀河娛樂場股份有限公司，用88億港紙嘅天價預算參與競標。喺澳門政府公布賭牌歸屬嘅前2日，發生咗一件改變格局嘅大事。美國金沙賭王謝爾頓安德森突然從競爭對手亞美娛樂股份有限公司退股，加盟呂志和嘅銀河娛樂。呢個變局喺業界掀起軒然大波，因為安德森係拉斯維加斯最大賭場集團嘅老闆，佢加盟邊個就等於攞到入場券。業界普遍認為呢個臨時變卦正係銀河娛樂最後獲得賭牌嘅重要原因。當時好多人都覺得呢個73歲做咗半世石礦同酒店嘅老人家點會識得玩賭場？呂志和同安德森合作，本來以為可以強強聯手，點知好快就出現問題。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澳門正值大工地，國家賭場興建得如火如荼，瞬間陷入財務危機。銀河同金沙喺開發進度上產生嚴重分歧。呂志和主張逐步開發，適時糾錯，步步為營。安德森就力主一次過全部投入，大幹快上，搶佔先機。兩個人嘅理念根本就係兩個極端。喺嗰個關鍵時刻，呂志和個大仔呂耀東企出嚟講話：呢個喺美國柏克萊大學讀土木工程，攞埋結構工程碩士嘅後生仔，1979年一畢業就返嚟香港加入屋企生意。由助理工程師做起，喺地盤上面由頭學起。佢同安德森開會嗰陣，面對面拍台嘈交，堅持要按照呂家嘅節奏慢慢嚟。最後，銀河同金沙喺2002年獲得賭牌嘅同一年就宣布拆分獨立經營，兩家公司分道揚鑣。金沙集團由合作夥伴變成競爭對手，喺澳門路氹起咗金沙城中心同威尼斯人度假村，同銀河正面交鋒。更加戲劇化嘅係，唔使幾年，安德森喺公開場合批評銀河娛樂等同業，話佢哋會犯下大錯，冇足夠經驗同能力面對競爭。呂志和聽到之後冇即刻反擊，而係通過公關做咗一個好有水平嘅回應。趾高氣揚，出口傷人並非一個有地位人士所為，做人能夠心存厚道，乃係一種福氣。呢句說話一出，安德森面子掛唔住啦，冇幾耐就親自寫咗封道歉信俾呂志和。喺商場上面，呢種斯文嘅反擊比起嘈交更加有殺傷力。呂耀東力排眾議，堅持要自主發展。如果要做，就一定要做到最大規模。我哋得張牌照，冇經驗，冇品牌。如果同人哋合作，就永遠冇自己嘅品牌。最後我決定自己做。佢講呢番話嘅時候，好多人都覺得佢黐咗線。2006年，佢斥資165億港紙籌建銀河綜合度假城，內部好多人都覺得我癲咗。佢自己講，但係呂耀東有佢自己嘅盤算。佢喺拉斯維加斯見識過賭業嘅威力，知道呢盤生意有幾大。更加重要嘅係，佢早喺2001年就睇準澳門賭業開放係千載難逢嘅機會。佢仲有一個秘密武器，中西合璧嘅經營理念。佢話西方管理以制度為本，中國管理有人情味。我將呢兩者結合起身。具體嚟講，銀河做咗幾樣嘢同其他賭場唔同。第一，打造亞洲風情主題，區別於美式賭場，中餐為主，迎合內地遊客。第二，行業最高薪酬，吸引全球人才。
第三，極致細節管理。有一次，呂耀東發現酒店衛生間狹窄，要求將成1500幾間房間嘅衛生間全部加闊50公分。第四，提前喺路氹大手筆買入165萬平方米土地，呢個決策後來成為制勝關鍵。2011年5月，澳門銀河開業，投資149億，開業100日內就俾倫敦國際博彩業大獎評為年度最佳娛樂場營運商，開業1年市場佔有率升到第2位。呢個外行人用咗10年時間就打低咗喺澳門經營咗幾十年嘅何鴻燊，正式成為新賭王。喺呢個時候，呂志和同何鴻燊嘅競爭已經白熱化。何鴻燊喺澳門經營咗40年，突然俾一個香港嚟嘅石礦佬搶去半壁江山，心裏面邊會舒服啊？但係何鴻燊嗰陣已經年紀大，喺2009年喺四太梁安琪屋企跌親，腦部做完手術之後，身體大不如前。佢嘅4房太太、17個仔女開始為家產明爭暗鬥。喺2011年1月到3月爆發咗香港傳媒稱為分身家嘅爭產風波，澳博股價2個月回撤2成。呂志和睇準呢個機會喺澳門不斷擴張。永利澳門主席史提芬永利曾經評價，儘管佢唔係博彩業出身，但佢具有香港呂氏家族嘅商業基因同眼光，同呂耀東先生嘅競爭非常激烈，但呢種競爭係非常公平同良性嘅。呢個評價好高，因為永利本身都係喺澳門同銀河競爭嘅對手。銀河娛樂嘅股價更加勁爆，2005年上市嗰陣大約0.5到1蚊港紙一股，去到2013年升到80蚊以上，升幅超過160倍。2014年1月17號，彭博富豪榜顯示呂志和身家大幅飆升至296億美元，超出長和主席李嘉誠1億美元，成為亞洲新首富。呢個消息一出，全香港譁然，因為李嘉誠做亞洲首富已經做咗好多年，邊個都冇諗過會俾一個石礦佬超越。不過戲劇性嘅係，當日晚上10點，彭博做出更正，呂志和身家實為237億美元，李嘉誠係295億美元，仍穩居亞洲及香港首富之位。呢個烏龍事件喺坊間成為笑話。有人講呂志和喺亞洲首富嘅位置上面坐咗幾個鐘就跌落嚟，但係無論點講，身家237億美元都已經係一個天文數字。呂志和正式躋身超級富豪行列。有人計過數，嗰年呂志和平均5秒鐘就賺到一部林寶堅尼。何鴻燊家族上榜嘅4個人，合埋起身嘅資產都比佢少咗近70億美元。石礦大王、酒店大亨之後，新賭王呢個稱號正式落喺呂志和頭上。喺商場上面縱橫70幾年，由13歲賣花生開始，到80幾歲成為亞洲首富。呢個故事如果拍成電影，可能都會俾人話太誇張。不過講咗咁耐，我哋終於要講到呢個家族最勁爆嘅八卦，呂志和同佢太太趙錦平呢段72年婚姻嘅真相。1952年喺油麻地吳松街，23歲嘅呂志和同趙錦平結婚，喺公開場合，呢對夫妻被包裝成模範夫妻。呂志和喺訪問入面講過，我對佢認為佢乜都係最好最全面，佢係完美嘅。佢仲話，如果我有來生，你仲係我嘅太太。喺2002年金婚宴上，佢喺酒店開咗50圍，當住眾人面前深情告白，好浪漫啊，係咪？但係呢啲全部都係表面功夫。喺香港八卦圈入面，呂志和同趙錦平嘅婚姻狀況係公開嘅秘密。有消息話，呂志和已經好多年冇返過屋企住，長期住喺自己旗下嘅海景嘉福酒店，留低趙錦平一個人喺大宅度獨守空房。最勁爆嘅事件發生喺2013年農曆年初二，喺呢個本應同屋企人團聚嘅日子，香港狗仔隊喺海景嘉福酒店電梯口拍到一輯相。83歲嘅呂志和戴住黑色帽，着住泥黃色外套，同2個後生女又講又笑，一齊搭灰色平治房車。
其中一個女仔被起底，叫陸君彤，英文名 Catherine， 嗰年大約30歲，身高170公分，3圍33、25、35，係一個專業模特兒，4個鐘拍攝收費3000蚊。更加有趣嘅係陸君彤嘅微博，佢自我介紹嘅目標係先令自己富起身，再令身邊嘅人都富起身，仲關注咗一個叫學會駕馭男人嘅賬號。2010年佢接受訪問嘅時候講過，鍾情成熟穩重嘅男人。佢嘅興趣愛好係打高爾夫球，同呂志和一模一樣。喺同一個星期內，狗仔隊又影到呂志和帶住2個女仔去跑馬地景光街嘅富豪足浴店按腳，喺度逗留咗1個半鐘。呢間鋪頭裝修豪華，私隱度十足，係有錢人消遣嘅好地方。照片一出，全香港譁然。83歲嘅老人家喺農曆年初二唔返屋企同老婆仔女團年，反而同靚模喺酒店度有講有笑，呢個畫面實在太震撼啦。2020年已經91歲嘅呂志和身邊又換咗另一個靚女，呢啲八卦傳咗好多年，香港傳媒都知，但係冇人敢大字標題報道。點解？因為呂家對自己嘅私生活保護得太好。基本上喺八卦雜誌入面都睇唔到呂家嘅新聞。呂志和個公關團隊好犀利，邊個傳媒敢亂寫，律師信第2日就飛到埋嚟。咁趙錦平點解要忍呢？好簡單，為咗佢5個仔女嘅繼承權。佢好清楚，如果佢同呂志和離婚，5個仔女嘅接班人地位就會受到威脅。70年嘅婚姻，表面上係白金婚，實際上係同床異夢。身為母親，佢咩都可以忍，只要佢個原配地位唔變，只要5個仔女可以順利接班，佢就冇所謂。有接近呂家嘅人士透露，喺呢段婚姻入面，趙錦平從來冇同呂志和嘈過交，佢採取嘅策略係唔睇、唔聽、唔講。呂志和喺出面做乜嘢佢都唔理，只要佢唔帶返屋企，只要佢唔離婚娶第2個，佢就當冇事發生。呢種隱忍需要幾大嘅毅力，外人唔會明白。但係作為一個母親，為咗仔女，佢可以忍70年。講到呢度，我哋唔可以唔提何鴻燊呢個對比啦。何鴻燊一生娶咗4房太太，生咗17個仔女。2009年7月，佢喺4太梁安琪屋企跌親，腦部做完手術之後，家產問題就浮晒出水面。2011年1月到3月，發生咗香港傳媒稱為分身家嘅爭產風波。何鴻燊喺呢段時間多次反口覆舌，甚至2次狀告自己老婆同女。最後嘅利益分配，大房已故原配黎婉華攞咗淺水灣道1號大宅同30億現金，但係冇股份。二房藍瓊纓嘅女何超瓊成為最大贏家，掌控順德集團同美高梅中國。3房陳婉珍控制澳門麗駿同澳博控股部分股份。4房梁安琪直接持有澳博控股12.33%，成為最大單一股東。何家合計持有3張賭牌，佔澳門6張賭牌嘅一半。但係從市值同收入嚟睇，銀河娛樂已經超越澳博控股。同何家比起身，呂家表面上和諧好多。呂志和同趙錦平只係一夫一妻，5個仔女同父同母，從根本上避免咗多房爭產嘅問題。1992年，呂志和就成立咗家族信託基金。2012年又設立2支家族信託，分別控制銀河娛樂同嘉華國際股份，透過法律工具鎖定股權、財產所有權同經營權分離，減少直接分配引發嘅矛盾。2012年，呂志和公開宣布咗子女分工，大仔呂耀東打理澳門博彩業，呢個係家族最核心嘅業務。二仔呂耀南負責美國酒店同地產業務，喺80年代已經俾阿爸派去美國，令呂家成為全美最大華人酒店業主之一。三仔呂耀華主管香港同內地地產建材業務，佢係南加州大學工業工程學士。大女呂慧如負責香港酒店業務，加拿大麥基爾大學商業學士，英國特許會計師。細女呂慧玲負責集團行政管理。呢個安排睇落去好清晰，每個人都有自己嘅領地，互不干涉。
呂志和講過，我唔會講我嘅分配，唔係我未走，佢哋已經開始嘈交。佢仲教導子女切記中庸之道，唔好人比人，只要竭盡所能，問心無愧就得。五個仔女從細就介入家族企業事務，細個嘅時候成日去採石場玩，明白老豆創業唔易。呢個就係呂家嘅教育方式，唔係將啲仔女保護喺溫室入面，而係帶佢哋去睇真實嘅商業世界有幾殘酷。但係表面和諧唔代表冇暗湧，有傳聞話呂耀東喺接班問題上面其實同兩個細佬有過分歧。點解澳門博彩業呢塊最大嘅餅要俾大佬一個人食晒？點解二仔呂耀南要去美國，唔可以留喺香港？呢啲問題外界唔知道，但係對於一個千億身家嘅家族嚟講，呢啲矛盾點可能完全冇？只不過佢哋學晒趙錦平嘅一套，對外永遠和諧一致，內部矛盾絕對唔會俾外人知道。呂家第三代更加低調得離譜。7個孫、3個孫女、4個外孫同外孫女，全部畢業於斯坦福、麻省理工、哥倫比亞呢啲世界頂級名校，但係從未喺傳媒面前公開露面，僅有嘅幾個已知事蹟。呂耀東個大女呂嘉瑩喺香港君悅酒店做咗5年前台學習酒店業務，有個孫喺斯坦福讀書嘅時候已經攞到風險投資自主創業。呂志和問佢使唔使錢，佢話唔使。呂志和對第三代嘅期望係贏得尊重，唔係你有錢就得，一定要社會認同你嘅價值，先至係真正嘅精英。希望佢哋向科研同化工方面走，唔好似我咁走，要走條新路。呢種教育方式同大部分香港豪門完全唔同。李嘉誠兩個仔經常喺傳媒面前露面，霍英東嘅仔孫更加係高調。何鴻燊17個仔女個個都想上位，得呂家咁低調，連孫都唔肯露面。呢個就係呂家最犀利嘅地方。無論內部有幾多矛盾，喺外界面前永遠都係和諧一致。趙錦平忍咗70年，5個仔女學晒佢呢套功夫，對外永遠唔會講家族嘅私事。喺香港呢個八卦滿天飛嘅地方，呂家竟然可以做到咁密不透風，呢個本身就係一種本事。2024年9月底，呂志和95歲生日，5個仔女為佢搞咗盛大嘅晚宴。嗰晚佢着住華服，同趙錦平一齊出席，睇落去精神奕奕。佢喺台上面講：感謝上天眷顧，賜予我兒孫滿堂，生活美滿。仲同林子祥合唱咗一首《男兒當自強》。點知1個幾月之後，佢就喺屋企安詳離世。2024年11月7號深夜，一代傳奇就咁走咗，享年95歲。呂志和去世之後，香港社會各界人士一連2日前往靈堂致哀送別。佢嘅喪禮扶靈人士包括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澳門特區經濟財政司司長李偉農、香港特區前行政長官曾蔭權、澳門特區前行政長官崔世安、香港特區前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呢個陣容可以話係香港豪門喪禮嘅頂級配置。2024年12月13號，呂耀東正式接任銀河娛樂主席，即時生效。佢發表聲明：我非常感謝呂博士多年嚟嘅指導同支持。我會繼續同董事會及所有團隊成員緊密合作，實現呂博士嘅願景，令銀河娛樂成為全球領先嘅綜合旅遊休閒企業。喺呂耀東嘅戰略藍圖入面，澳門銀河嘉佩樂酒店預計2025年中開業，大約100間頂級豪華空中別墅同套房。澳門銀河第4期預計2027年竣工，投資500到600億港紙。喺泰國市場，銀河已經喺曼谷設立辦事處。2024年銀河娛樂全年淨利潤87億6千萬港紙，同比增長28.3%。呂耀東對2025年澳門博彩收入達到2400億澳門元嘅目標感到樂觀有信心。呂耀東作為大仔，持股最多，但係唔係多到可以完全控制。2個女同細佬都有份，保證大家都有話事權。講到呢度，呢個故事差唔多講完啦。
從呂德瑩15歲去美國做農場工人，到呂志和13歲街頭賣花生，再到呂耀東掌控94億美金身家，呂家4代人用咗160幾年時間建立起呢個商業帝國。呂家嘅傳奇會唔會喺呂耀東手上繼續？銀河娛樂能唔能夠真正成為全球領先嘅綜合旅遊休閒企業？呂家第3代幾時會走到台前？呢啲問題可能要再等一個甲子先有答案。今日嘅故事就到呢度，敬請訂閱、讚好、轉發，我哋下期再見啦！